塞西橋 Chertsey Bridge 是位於英格蘭薩里郡的一座跨越泰晤士河的橋梁，建於1783至85年，於1894年和1991年進行修復，是一座列為2級的建築。這座橋連接塞西和拉萊厄姆勒利咸，橋上有7個拱形結構，由普貝克島的石灰岩和磚塊建造而成，大型車輛限重18噸。風景優美，欣賞泰晤士河及周邊景色。河濱漫步沿泰晤士河步道散步或騎自行車。塞西船閘卓士勒、謝潑頓渡輪 Shepperton Ferry 和達姆西草地 Dumpsy Meadow。塞西演卓士會是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水壩，位於英格蘭薩里郡塞西附近。這座演建於1812年，用於控制泰晤士河水位，確保航行安全，方便航行。設有雨梯，幫助魚類遷徙，日出或日落時分景色最美。